Hello，大家好啊！我係中山呢邊嘅一個賣樓經紀李生啦。今日咧就用翻我哋樂友家呢邊嘅一個官方數據同大家去講清楚我哋中山5月份嘅一個真實成交啦。加埋咧關鍵嘅一啲資訊啦。咁全程咧都係乾貨嚟嘅，大家記得點讚加關注啦。咁時刻咧掌握我哋中山呢邊一個樓市嘅最新動態啦，以及最新資訊啦。多謝各位觀看視頻嘅一啲精神股東嚇。咁先睇第一點啦，5月成交嘅一個核心數據啦。呢度咧我會分幾個部分咁樣同大家去講清楚啦。咁第一點咧就係430嘅一個新證滿月成績單呢一邊咧，一二手嘅一個簽約量咧係環比上升咗 1.8% 嘅，咁同比咧係大增咗 15.6% 嘅。成交嘅二期咧係直接比舊年上升咗唔少噶啦。咁第二個區域呢一邊東區、西區、南區同埋石岐咧，亦都係最亮眼個仔啦。同比咧係漲幅嘅話，接近30%㗎。咁改善盤咧明顯咧喺度走緊量嘅。咁究竟咩人買得多啲咧？同埋咩總價會更加之容易出貨咧？咁接落嚟咧就係我要講嘅成交結構啦。其中50萬到80萬呢一邊嘅佔比咧，係接近40%㗎啦。呢部分嘅買家咧都係以剛需為主嘅，可以講咧係壓倉食嚟㗎啦，非常之穩嚇。其次咧係100萬到80萬呢一部分嘅買家啦。從15.1升到17.1剛需呢一邊咧就係明顯咁樣有活躍㗎啦。其中100萬到150萬之間咧從9.9% 咧上升到11.7㗎啦。改善型嘅咧，亦都係明顯咁樣被呢一個新政咧係去激活咗噶啦。第四點啦，就係業主呢邊嘅心態啦。5月份調價嘅業主入邊嘅話，升價嘅一個佔比咧係接近30%嘅，創低我哋今年嘅一個新高啦。業主呢邊嘅一個信心咧係明顯咁樣去變強咗噶啦。第二點啦，5月份大家必須要知道嘅呢3條重磅嘅資訊啦。第一條咧就係我哋一個深珠通道嘅中山段啦。根據公開嘅一個資料顯示途經嘅翠亨新區啦、五桂山啦、三鄉啦、板湖啦、神灣啦，大約咧係25.4公里雙向咧係8車道嘅。計劃咧係2032年正式會通車噶啦。長期咧係會利好翻我哋一個臨深板塊啦，同埋臨珠嘅板塊啦。第二點啦，東區嘅一個紫馬嶺板塊咧係進行咗由新嘅一個住宅地入嚟啦，大約咧係新增咗68.17畝嘅一個住宅用地啦。集中咧都係喺香山真熱啦、東區嘅一個辦事處啦，同埋供電局啦等等東區未來嘅一個供貨咧，亦都會更加之穩啦，配套咧亦都係會越嚟越成熟啦。第三個全國嘅一個城市更新啦，15.5嘅一個規劃嚟㗎啦。明確咧到2030年開發建設轉型見效2035年咧係機制完善啦。有關嘅一個機構咧係預測10萬億嘅一個級別嘅市場啦。中山呢邊一個舊改啦，城市嘅更新咧，亦都會持續咁樣去進行提速噶啦。最後咧一句話總結5月份中山嘅一個樓市嘅量咧係回升咗噶啦。結構咧亦都係一個優等級別嘅。信心咧係直接回穩咗噶。新政呢一邊嘅帶動咧改善型嘅一個買家咧，亦都喺度入緊場噶啦。其中東區、西區同埋南區咧係直接領跑全市噶啦。深珠通道加埋東區呢邊嘅工地咧，中長期嘅一個價值咧，亦都變得更加之清晰啦。雖然話係以上嘅數據咧係明顯向好嘅一個出發點嚟嘅，但係中山呢邊一個樓市量價係喺度齊升緊嘅。但係咧兩極嘅分化咧，亦都係非常之嚴重越值錢嘅地方咧，只能夠係越嚟越值錢嘅，而唔值錢嘅嗰啲地方咧，以後大概率咧都係只能夠降價離場噶啦。如果你最近咧都係喺中山呢邊睇緊樓嘅，唔知道買邊一個區域，唔知道買邊一個樓盤嘅話，咁咧喺平林區呢邊打出嚟，或者咧係直接私信我帶翻你去實地考察啦。
今期嘅一個節目內容咧就到呢一度噶啦。咁想要睇樓嘅話就隨時 call 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